社明兰有真侪人爱食烧肉，这包括有真热门的天妇罗啦、各类烘烟钱等等。宜兰这单出现3字真大字的烘可爱，也就是烘古水。当地人、在地人嘛唔知讲这到底是什么物件，一个普上网络引起广泛的讨论。原来这是头家创意。 汉堡店烘公烘，有烘烟肠、烘甜不辣，搁一粒一粒鸡尾水抹酱料，美味死！甲伊皮烘到金黄，皮吃起来脆脆，肉就嘛真 Q， 互人看甲脆软插甜。鸡尾水不管是用烘的、煎的、卤的，拢真好，嘛是汉堡店一定爱点的招牌菜。 这间伫咧宜兰好地庙头前的汉堡店，伊的看板顶面写现烘，搁有一定爱点的甜不辣、烘烟肠，却无看到烘鸡尾水，不过所写烘可爱，这字看袂出到底是伫咧烘什么古水物件，当地民众敢会知？不知道，也没有听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过年迄阵大家拢伫遮摆。 是拢白干的。当平常时的生意真好，无买过，佮真正唔知影可爱是伫咧烘啥。噔，附近的民众来讲，互你知。你写这么可爱，你是写干嘛？你是咧卖啥？啊，伊都是真屁股啊！伊家己嘛足欢喜的。原来是真侪民众真爱食的招牌烘鸡尾水，头家讲安尼写较文雅啦，嘛是真侪好闲的民众来遮交关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